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在这中央研究院资讯科学研究所，要来看什么呢？你敢知影什么叫做 YOLO？YOLO 是什么 ？You only look once。你看一眼啊，就会当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咱台湾之光一种呢。 物件真切的一软体是安怎厉害？安怎变做世界出名？大家拢来采用，对着人工智慧，又佮是安怎的故事来看资讯科学研究所。咱头一开场吼，就讲这个台湾之光吼，就在中央研究院啊，这资讯所吼 ，YOLO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请吼，咱的所长吼来甲咱小小解一下 ，You only look once， 你眼一个就知，是这个意思吗？是哦，这个 You only look once 就是咱算讲物件辨识的这种系统，有分就一个阶段啊，两个阶段的。哈啊，以早。 这进程，他们2013年迄阵啊是两个阶段的，吼，迄种代表就是 RCNN 的这个系列。啊，2015年这个 Joseph Redmond 开始 You Only Look Once， 请大家看遮吼，伊这是2016年伊出一篇 paper， 但是这个物件是2015年做出来。啊，伊就是设计一个阶段的物件侦测系统，只要伊若看一届。 哦，伊就会当哦，所以伊是相对性的，就本来要两阶段，嘿，本来两阶段，嘿，啊，即摆一摆就当看，一阶段，哦，是这个意思哦。2018的时阵，哈，这个 Joseph Redmond 伊突然间发觉讲啊，做这个代志就无意思的，哈，啊，就来 quit， 啊，就来走去做迄个马戏团的迄个空中飞人，啊，啊，伊有毕业啦，但是伊尾啊毕业了无去做研究啊，伊就来走去做迄个马戏团的迄个空中。 归零哦，好啊，所以阮开始迄阵啊开始，阮中研院这个团队吼，伫2020年，阮其实为2018就开始接国科会，就迄阵来科技部的一个计划是做 AI， 啊，阮开始接的时候，阮开始就是甲翼龙电子合作，啊，要做物件侦测这项代志，希望阮踮咧迄个路口，就会当直接透过摄影机。 摄影了后，直接点样处理，袂当上登去云端，袂当上登去 cloud。王博士就开始设计，就是讲会当点的迄个 edge 端，就是点的路口直接计算的这种演算法。咱们现场的计算，现场的计算，啊，这足困难的，因为吼，你上迄个 video 这个物件，视讯这个物件吼，伊其实伊的资料量足大的，你就知影你咧拍片，你就知影咱台湾要一秒要30张以上。 25张以上才会当骗过你的视觉暂留嘛，所以但是一张就是一个 image 嘛，啊一张 image 就足大，迄个尺寸足大啊30张，按10分钟偌济，所以迄个资料量足大的，但是伊个要求阮袂当上登去云端，无上登去云端了会安怎？迄边的计算能力较大嘛，拢积伫遐呢，就踮遐算啊，但是吼算了了，还佫送转来，有时间的差嘛。 但是咱咧处理的物件拢交通的问题嘛，交通的问题你就要上好就是讲你踮咧路口，因为我迄阵啊做这个计划的时，是希望踮咧 A 端算这交通参数了后，阮踮咧桃园、大园、机场附近连续5个路口，翼龙店放5个路口，放迄个无共款的2种摄影机嘛，一种是360度的鱼眼摄影机，另外一种枪型的迄个摄影机。 哦，用那一支枪啊，就对。啊，伊用这2种的摄影机，点咧每一个路口，连续路口，每一个路口去开始算这个交通的参数，算完了准了，伊会当希望讲，这个路口甲路口中间的这个交通的参数会当互相交流，会当联系起来，会当互相会当互相通啦，所以伊会当动态来控制这个交通的好。哦，所以你有3元，第一个就是讲，你本来一张的这个相片，它变成动态，
是，哦，啊，然后佫啊，毋是佫送对去云端，佫现场来计算。是，啊，第三阶段就彼此的之间的这个数据，佫啊揪起来，佫算一摆，互相交换。哎，这样交换，佫来算一摆。免啥物算啦，因为咱踮咧路口刻起来，这交通的参数就足简单的啊。因为你无算去云端，就毋是用完整的物件，就是算讲家抽一寡特征出来，所以物件迄个资料量吼，就无遐尼大。咱咧讲迄个数字要安怎计算，我就想到就毋知要安怎想，咱讲互观众朋友所了解者。是安尼吼，你看即马即张相片，吼，即张相片，伊会甲你问讲，你若甲你问讲，这是啥物嘿？这是啥物所？这是啥物款的迄个景色？场景。咱人就会马上甲你回答讲，这是河，这是外口河外，吼，这是一个湖边。哎，啊，结果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甲你问讲，这是倒位？吼，啊，你若知影捌去嘅人，你就知影这是日月潭的迄个水色码头，水下码头。嘿，吼，啊，煞落过来甲你问讲，这内底到底有啥物物件？你内底，啊，你就讲有船、游艇、有迄个码头、建筑物。啊，佫另外一个问题，讲甲你问讲，啊，这建筑物离你的目睭到底偌远？啊，你马上讲哦，超过50公尺。吼，对人来讲，这代志简单，因为咱的头壳拢经过40-50年。啊，我60几年啊，啊，王博士30几年。我50几年。啊，你嘛50几年训练，咱头壳训练看足侪物件，所以你知影。读到这4个问题，真简单啊，是。但是我可能咱人类头壳内面佫想讲，我踮咧遐甲查某囡仔粗乱，啊有记忆，啊佫有气味，佫有啥真侪复杂的物件，是安尼讲吗？无，阮科学家较可怜，就是讲阮拢想的拢无法度去想这。较无法 romantic。是啊，啊，你看王博士到30几岁才结婚啊，伊就拢古早拢咧创这啦，啊，伊拢创这，拢无时间去交女朋友。哦，对你来讲，你看是建筑物对无？但是对电脑来看是乌乌迄数字。迄一片的数字，所以对阮来讲，阮要用电脑踮咧迄个路口要去处理这一关的迄个影像的时，相片的时，是足困难的，因为伊拢是数字，所以阮咧为中间爱真紧的速度，知影讲才有厝，才有船，才有车创啥，爱足短时间都爱创出来，才有这个物件。1985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个电脑视觉啦，电脑视觉会研究。所以所长你迄阵是做静态的，做参照安尼，就是讲，阮古早是安尼吼，阮古早咧做影像处理吼 ，image processing， 阮真艰苦，真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一张影像，我拄仔讲的内底拢数字对无？所以阮希望去处理这数字，吼，看会当知影都有车，都有 autobike， 都有脚踏车啊，吼，像这张你要做 edge detection。edge detection 就边缘侦测开始啊，所以做的时吼，因为边缘侦测在钢亭顶管是一个 ear post 的问题，就是有边的问题。有边的问题，钢亭上有边的问题有3种吼。第一种就是无穷多解，第二种就是无解，第三种是啥物物件？对，第三种就是你的解决的迄个你的解答吼，随你提供的这个无共款的物件会改变。所以咱先停一下吼，观众朋友可能有者就怀疑，还是讲无理解，啥物叫做边缘 detection？ 边缘运算还是边缘侦测？这边缘是相对性的物件，是啥物意思？还是讲是这个轮廓？是这啥物意思？轮廓意思是安尼吼，因为你要知影内底有啥物物件嘛，所以你只好去对这数字去处理嘛。啊，你甲同质性较悬的，因为伊的数字古早拢差不多8 bits 嘛，所以有256个迄个灰阶值，为0到255嘛。啊，所以那255就是上光嘛，0就是乌乌的嘛。哦。啊，所以你去算看这个数字，看伊的边缘咧都有，你边缘有一个真大的降落来，表示讲这是一个物件，甲另外一个物件无共款存在。所以博士看到我，可能我。头面拢是一寡数字安尼，这意思嘛。所以就你看到你看到阮的人拢是安尼一本数字，啊边啊才边缘，啊才甲刻印甲刻出来呢。这是电脑看的，吼。你看中央迄张吼，中央迄张，迄就是真典型的用迄个 edge detection 做出来的
迄个边缘，因为我是希望用这个边边吼，去慢慢甲伊聚集在一起，会当甲物件吼变成封闭的曲线去代表一个物件。像这个就是吼，这是第二步，就是讲你第一步 edge detection 结束了，就是要做分割。物件分割，希望甲物件分割，但是古早做这个代志足困难的，因为有当时咱要处理这种自然的迄个环境的影像，有当时咱去处理，譬如讲头壳有无，医生因咧做迄个电脑断层有无，迄种灰阶的影像，就是拢差不多的迄个颜色，你脑袋的迄个一个 slice 出来，迄个颜色就接近嘛。影像分割的时，无共款的影像，伊得着无共款的结果。所以有当时是钉塔，所以足困难的，足困难的，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无得解决。在古早哈，一直做差不多做30几年，为1980。所以真侪博士拢后来拢改道去做马戏团。无，唔是安尼。无啦，我就滚生笑。阮做30几年，做拢进展拢无啥好。好，下一张。好，所以你即摆看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是一个革命。哦，对阮这个领域来讲，是一个革命。连2007年左右吼，这个架手边这个女生叫李菲菲，伊即马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倒手边迄个叫邓佳，伊即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因踮咧2007年的时阵开始一个计划，伫普林斯顿，因用3年的时间，吼，用1400万张的影像，吼，来训练21000种的物件，包括比如讲奥多麦、脚踏车、人、乌龟、豹啊，训练。讲那字典共款，敢若字典，一张相片入来对无？你内底你唔知啥，你电脑看的本来拢是数字对无？啊，但是即马会当查，会当下一张，对了伊就对，晓得敢若查字典嘞。咱即马倒手边这张影像是一张未知的影像，对电脑来讲，内底拢数字，对你看你就知影遐有狗，遐有狗，遐有一只迄个，迄对人来讲对无？因为你头壳内底就是咱已经有建立吧？咱有一本字典，啊，即马电脑伊嘛需要一本字典，就是顶悬迄个，就是讲伊训练21000种的物件在顶悬，所以你即马若狗呢，去对着迄内底迄个狗，啊，伊就知影讲才有狗。你看右边遮狗就对着啊。脚踏车也对着啊，后边迄台车也对着，所以变做查字典啦。古早咱都要去处理伊的边缘，有无？啊，我抓物件分割，啊，慢慢来来摇来冲上。对，一直爱去解决去处理伊内底到底有啥物特征嘛？才有法度知影讲这是毋是狗，这是毋是脚踏车啊？很起码查字典伊就这样对着知影讲是啥物。哦，这讲起来是真趣味呢。是啊。但是做起来已经大家根本复杂。迄个王博士就拍拼，伊拢电脑拢无困，伊足认真的吼，足认真的一个学者，所以足侪代志拢对伊来讲拢无法度。再说来，对着有这个字典这个基础了后，咱的药路具体是做了啥物工作，啊有这个突破。因为阮想要互物件侦测的可以通伫 edge device， 就是边缘的那种设备上做 real time。即阵时的边缘设备，就是讲现场的设备。现场的。所以你就要做这个运算。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设计了不同的这种大小的模型。一种会使伫 edge device 上做运算。对来讲是安尼，伊对我咧讲这个意思是讲吼，伊在设计无共款的迄个解析度的物件吼，陈述的物件，因为迄个字典你拄着狗，但是迄内底这条狗若较细只要安怎？字典内底敢有？所以伊就是设计迄个会当组织这迄个骨干的这个物件，会当去适应无共款的尺寸的物件。无你设计迄个物件，无一定大。对会着嘛？寸尺会对。所以伊即摆咧设计就设计讲对无共款寸尺的物件。所以恁咧处理的时阵是设计了后就去试袂好的，咱来摕出来看，讲这到底是无，拢无，直接下来，所有物件拢内底嘿。哦，你继续咧讲这啊，这是各式各样的，拢甲看到是头一摆 real time 即时的，啊头
一个阶段落去当对，了解侦测起来。伊内底有所有的物件，所以你只要经过了，就会找到对应的物件就对啊。啊，你会当家己讲互咱听讲，到底这厉害是厉害伫倒位安尼？一阶段的物件侦测方法，哎，没有那么准，嘿，无法准，嘿，非常快，但是没有很准。定性哦。对，那我们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个方法，它就是第一次就是让这种一阶段的方法能跟二阶段，甚至比二阶段的方法还要准。所以有一点仔亲像咱数学顶头的即个微分的概念吗？毋是安尼，是安尼吼，是两阶段的时候，伊分做两步来创。第一步，伊去整理 data， 就是摕足侪迄个可能的小强的扣做位伊有做先处理的动作。啊，第二步再来认，所以伊的普通伊较时间用较久，会较准。阮这比以前的系统快10倍，啊，佫较准。写这个程式是厉害伫遮，还是有啥物美感？都有咧厉害。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个neural network 的架构，非常快的在硬体上执行。neural network 类神经网络它需要非常多的参数来记录这个不同的物件嘛。视觉字典它可能原本需要140万张，啊，我们可以去很简单的把一些概念拆解开，例如说我的汽车是用轮子跟车体结合起来的，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去记140万种，我可能只需要记200种就可以组合成140万种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很少的字典去拼凑出所有的物件。所以我的理解唔知有对啊唔对，你听看卖，就是讲有两个轮廓的，吼，啊，或者是讲小可转弯世界，可能有加半个轮廓的，我拢甲当做是汽车，安尼归纳起来。为某一个程度来讲是对的吼，所以伊个王博士的意思是讲，你一台车吼，咱普通时你无可能个140万台车，大拢甲描述嘛，对无？伊即摆是讲，伊即摆甲即个描述吼，即个描述吼，分做两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甲即个物件先拆开，甲伊个零件拍开，链仔是链仔，链箍是链箍，车体是车体，迄个雨刷是雨刷，安尼甲分开啊。到时要认啥物件，你用倒的，就是讲我只要就知影其中有几项来当对，啊，我就知影伊是啥物。哦，所以讲一架车，然后10项，是，我然后对7项，啊对，这就是车。是啊，伊的意思是讲，我无需要去每一台车140万台，我逐台拢爱去甲伊描述，无需要，我只要甲伊的零件吼，组成要件甲伊描述，安尼清楚安尼就会使。这就敢若真接近咱这个心理学内面所讲的这弯形理论啊，就是讲咱看了一个水，这个杯啊，看到一个杯啊内面滴水吼，咱就知影讲，这内面是一杯啊，因为会当滴水的物件的概念就是杯啊，而且咱就知影讲伊立体性，因为会当滴水嘛，所以立体，啊，就是心理上咱就讲啊，这是个弯形，其实咱看的是2D 啊尔。啊，因为这个光影，咱的学习来判断，所以你就还原起来，就是讲这类神经的这个运算安尼，会更较感性，是不是安尼想？会当安尼讲，啊，这刷来的发展是啥物？用在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啊，这已经到 V7啊，第7个版本哦。第9，已经到第9。已经到第9。第9。咱即马释放出去是。第4个版本，4、7、9拢释放啊，4甲7拢释放啊，拢释放。原本我们可以做这个左上角这个物件侦测嘛，那可是有时候有一些任务我们需要更细致的分析，所以像是右边的话，我们就会去把这个每一台车的这个轮廓 segmentation 都找出来。那像是我们有时候也会需要去做这个人的body action 就是动作的分析嘛，骨架就 pose 姿态，身体叮当，嘿。所以你有影看真侪影片的吼？嘿啊，我看我目睭都火去，所以人讲
人工智慧就是工人智慧啊。无，其实伊即摆做这个物啊，就直接叫电脑去做就好，伊无需要。伊直接去收割就好啊。哦，所以毋是遐戆啦，像安尼一块看，有一个逻辑伫个，互伊去跑就对啊。对。哦，所以这个物件都佫是世界上厉害的，所以外国拢来用咱的物件，外国台湾的厂商嘛拢来用咱的物件。第7个版本我们就让它可以支援各式各样的应用嘛，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会不会我们有时候更需要这个一个模型可以同时支援非常多种不同款的应用，开发这个可信赖的技术，来让这个一个模型可以同时做这种买赛用电脑视觉应用，买赛用language 语言的应用。对这 language model 基本对台湾对全世界拢最重要，因为 ChatGPT 出来嘛，好，基本王博士做的这个物啊，V9内底有资源，就是讲会当用一个整合的迄个网络，会当去处理无共款的任务。好，这个 case 就是讲一台车咧开的时阵，一台巴士咧开的时阵，伊会当详细会当认。这路内底有啥物款的车，有啥物款的人，慢慢咧叮当时拢当认出来。而且佫会当描述，伫下骹迄句话会当描述讲即摆即个状况是安怎？吼，这叫做 captioning。这对啥人就有路用的，对无人车就有路用，对啥人就有路用，对痴迷的就有路用。因为痴迷的人，你来挂一个这个物啊，伊会当挂在身躯，伊的计算就简单。随甲你讲。伊讲即摆路口是啥？吼，王建尧来啊，紧避开。你看到建尧来咯，你看到所长伫边啊，毋通甲弄掉咯。无紧等去做研究啊。哦，遮厉害！本来是影像啊，敢若是图片啊，结果变做语言啊，互你知。是，这种物件就是因为 YOLO V9伊会当先侦测物件嘛，吼，侦测物件，刷到会当结合无共款的视觉迄个输入。甲结合了，变做语言甲伊输出，甲你介绍讲，即摆我看到的物啊是啥物？即摆速度是1秒钟差不多7张啦，7张的迄个影像，所以伊会当差不多对一个痴迷的来讲，你行5秒钟，伊就甲你报告一解，即摆即个路口到底外口伫咧创啥呢？所长你头有讲，因为 ChatGPT 来了后，咱即摆伫电脑顶头咱若讲，我即摆要一张。相片，相片内面啊有啥物，所以恁这是颠倒头摆啊！颠倒摆，明白？啊，你学落这个询问对无？啊，伊系统内底有这个物啊，就直接互你啊，互你一段嘿。博士甲所长，我突然间想到这项物件。伊譬如讲，我伫厝咧用的时阵，真够用语言去使用去落命令的人，那当然有通啊来实现。那有诶，较袂晓讲话，较袂晓描述诶人，伊讲说我袂出来，这要安怎来，互每一个人当使用？伊比如伊诶指令较无清楚，还是讲恁这物件会当来倒头互来摕互一般人当来做即个方案诶解决？迄有可能哦，这是无定是一种迄个 business model 吼，因为。伊可能人袂晓，无啥人现在袂晓无中生有嘛。但是但是这个 ChatGPT 会当互你一个 idea， 伊其实有一个足大的功能，就是讲，比如讲我明仔载，我即摆咧做精创计划的副执行长，我明仔载要开一个会，我对迄个因为我关足济嘛，我对迄个领域，对迄个领域我无熟，我讲无你 ChatGPT 先讲要做一个生成式 AI 吼，对百工百业的影响。这样代志时，你会当我一寡概念，伊就开始甲你凊彩讲，无一定逐项拢对，但是伊会当甲你启发啊！我是足有经验的人，所以我看遐物件，我会当捡我爱用的物件摕出来，就开始啊，就会当开始啊。所以其实这个 ChatGPT 伊会应用未来的学习，做做学习，也是要去跳入一个新的迄个领域，有足大的帮助。问一个上简单的问题，现主时这个 AI 的环境啊，甲图像的这个辨识，
对你来讲吼，你会当往倒一个方面来行？未来阮嘛会使讲，毋是只有英雄，英雄，英雄来当做输入，嘛会使用语言啊，嘛会使用像是其他的 sensor， 就是像是温度啊、讯号啊、生理讯号这一些，都可以当做它的输入。就例如，就例如说，我可能未来可以直接用脑波啊，就是输入，然后它就可以知道我现在在想啥物。哎呦，起码是几种输入产生非常多不同的输出嘛，未来就是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输入来产生很多不同的输出。所以讲电影演的有，大概有可能。哇，电影有可能，就是讲你古早你头壳咧想啥物 Back to the Future 吼，你头壳想啥物，迄个影像就会当出来。这物啊，后摆有可能。这安尼你互我一个启示咧，比如讲咱对这个医学的进展，你有看啥物病症吼？比如讲我这个毛肠炎。医院个偌个医袂好，结果才知影讲哦，原来我这毛肠哦生位置甲人无同款，较顶头，害我安尼一直想哦，你烦恼讲这到底是啥物？原来是毛肠，所以会当对我身躯内面种种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现象去做侦测，所以恁这会当安尼应用以后会当行这个方向吗？会使。那个医生合作的时候，医生也当用迄种微型的迄个侦测，在迄个身体的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袂去不要太入侵式吼，一当这边表面侦测你的生理信号的总和来判断你的迄个病情，大概是可能啦。哇，这看起来这人类会当大进步咧吼，因为咱这个YOLO台湾之光啦，哇，袂歹。特别变数毋是要科技之外，主要就是讲，这台车为 A 开到 B 迄个所在，啊，你花偌济时间？车速。安尼我就知影哦，安尼即马车子有没有塞车啊？咱只能咧行，啊车有离咱无，咱要安怎知？啊其实会使，哦，你即马甲投影到遮，有人这两个人，对，啊车离伊偌近，啊偌久，啊你拢会当。所以简单讲就是想，即摆科技发达吼，即摆拢会当用 AI 来斗相共。YOLO 的好处就是讲伊。够紧、够准，真大的空间会当做其他的代志。上好就是讲，这是台湾做的。欢迎登来到咱新感界吼，咱今日真邀请到吼，咱宜良电子的叶董事长，董事长你好，大家好。董事长，我知影吼，咱顶一站吼，甲即个廖所长讲到讲哦。咱台湾这 YOLO 的应用啦，这交通顶头应用啊，上厉害的就是咱宜良。无啦，跟你努力。不，咱吼先互观众朋友来了解，这叫做什么边缘 AI 边缘运算，这是什么意思？主要吼，咱即马从这道方圆新来吼，拢来讲的，就是迄个拢云端的。运算拢是云端较济。哦，在云顶。对，啊，阮若有当较近的，是你附近的叫做伺服器内底运算。AI 就简单讲就是，咱的手机内底运算了。就是在你的迄个装置内底，这个你用的你的电脑，还是你的手机啊，还是你的平板。啊是，我确定咱会介绍，迄个智慧卡内底嘛有。当然我会理解安尼对啊，就是讲边缘运算，毋是离开中心就无重要的，毋是这个意思。不是，毋是这个意思哦。主要是讲，在你的手机啊，在你个人的物件，离开到云端的物件，叫做边缘运算。对，差不多是安尼。是安尼吼。好，安尼咱来看讲，到底咱安怎运用？影像的这个辨识是安怎用？对，啊，主要阮即马甲廖所长合作的迄个 AI，还是影像方面的运用嘛，吼。是。啊，咱看 ADAS 的时，其实重要的是吼，这 ADAS， 咱当初咱先介绍一下讲，我甲廖所长是安怎开发的？啊，主要迄阵是陈良基当迄个科技部长的时阵，啊，阮40年好朋友啊，就讲啊，你业界你出题目，互学界去
改题目啦，所以阮就迄阵就出一个智慧交通嘛，那这个图片这内底看到智慧交通，这个影像辨识的这个 AI 演算法，甚至台湾在这几年内都领先啦，这是互大家参考就是讲。所以咱本队是拄啊，一个一支摄影机啊，2019这这赛底是意思就讲伊这个论文用英文，所以廖所长定来讲，上市公司的头家你的论文才互参考才得出名，我无我要趁钱。所以后来到上下尾，即马上先进的有当16支啊。唔是16支啦，这意思就是讲咱的演算法一直改变，因为你愈来愈进步嘛，愈进步，愈复杂啦。愈进步的时阵就是讲你愈远的物件你看愈清楚，比距离的物件你看清楚，你的算力较少，所以你会当较省成本啦。第一个功能较好，就是看较远，对，第二就是成本较低，就会安尼，大概是安尼。OK， 好，阮即马要做的时阵，我成本爱去看较会当较细，所以你看 AI 的时，理论上爱有3个迄个模型，毋过我即马一个模型呢会当做3个工课。拢甲倒落来面。都放当一粒晶片内底，这是足重要。对，安尼较省。省当然成本省了，佮省电嘛。这嘛足重要。所以第一，阮就是讲，物件的侦测甲分类，这本来就一种模型。第二种呢，你即马可行驶的道路嘛，这个爱要省。按省。头前有偌济空间啊呢？你会当算讲，你这会当行的所在嘛。最后就是讲你的车线嘛，车道。本来是3项的 model， 我即马合作1项，安尼啦，这是所有后壁的差不多拢是安尼介绍。OK， 第一就是看头前嘛，即马在看头前嘛。哇，所以伊会当做遮侪项代志。这会当做，拢会当做，这拢会当做，所以这个内底就是一个 camera 甲一个 AI 的晶片，安尼。业界有像咱安尼all-in-one拢。放伫内面的无？有啊，即马足侪是，即马主要的差别是讲看会准的袂，做出来是做出来，毋过看会准的。看会像较准安尼。对，第二就是讲送的成本会当较低，因为你即马你的演算法你若家己做，你会当开发的出来较细的模型嘛，较细的模型可能较俗的 AI 的晶片。所以就比这啦。咱头拄看头前，你坐你看后壁。因为倒车的时阵后壁若有人，这是安怎？这叫鱼眼，鱼眼目睭。这就8倍度看会到，所以你无死角。你要退，你车要退后的时阵，你上惊是一寡迄看袂到嘛。你像你透天的厝，你出入去，你若要退的时，是不是透天的厝出来边仔有小朋友行来啥？中央弄入来。对，这变到这个。毋过这180度，所以这就无共啊，OK， 这无共的应用。过来就是讲，这较济是用伫迄个破车啦，就是讲伊个司机疲劳啦，目睭拄久啦，食物件。看你的目色。伊会当看表情。对，看你的目睭有咧黏，还是咧迄个拄久，还是无注意食薰啊，还是敲电话啊，啥拢会使。你有看头路无，还是看伊别位？这拢会当侦测出来。大概这个驾驶行为的分析啦。OK， 这个是较重要。咱大台车的时阵大台车有一个问题，你前轮头前的链啊过啊，后壁的链啊拖袂过，因两个因为车距离足长。对，因为安怎呢？你头前过，后壁因两个做的轨道无共。对。所以你头前过啦，你离他1公尺内底时，后壁一定拢对。你耐着。对，这就咱叫做内轮差。OK， 嘛有人讲嘛，这个盲点侦测，因为迄算做咱的迄个车的所在，咱看袂到。所以这是足重要，所以你得爱规个，要超工头到尾这个鱼眼镜头，拢爱看会到。安尼才能侦测。这就是头拄你看这，咱这拢看起来就是，拢有影像嘛，看到内底影像。共款一个逻辑，落去做安尼共款。对。迄个演算法，咱的 AI 演算法拢差不多啦。毋过因为伊不同的应用情境嘛，有诶看头前的，有诶看后壁的，有诶看边啊。后面安尼。对，安尼的时阵，咱就叫做迄个资料库啊，data set 无共。
所以你得足重要。简单讲就是 AI 吼，啊注意就是讲，伊若像个考古题，你考古题吼，就是你个资料库内底无训练着，伊就袂晓啦。啊。哦，这做资料库，而且足济。哦，啊你若白天训练，下晚是无训练，伊就袂晓。啊下晚是你训练了，下晚是落雨，你无训练，你就袂晓。对，你知？哦，所有情境拢爱会晓。哦 ，OK， 智慧交通最主要就是讲，咱嘛是个，他都讲的，咱的拢用云端来做，咱即嘛用 Edge 端的边缘运算。啊，伊会当做啥呢？就是这个 camera 内底 AI 放伫这个 camera 内底，啊，伊会当做人流、车流，大家会当介绍。吼，啊，即嘛伊的车速嘛爱知，马上算出来。算出来。哦，因为 OK， 好，啊个你有啥物事件产生啊，伊嘛爱甲你讲。吼，啊，车牌辨识毋是要科技之外，主要是讲，这台车为 A 开到 B 迄个所在，啊，你花偌济时间？车速。安尼我就知影哦，安尼即马车子有没有塞车啊？啥大概知。OK， 好，来，哦，所以你看这较复杂吼，像画到遮个线，因为我会知影，那我就咧讲嘛吼，上下班的时阵，交通警察吼是路口咧指挥嘛，因为你指挥了好歹会影响到后一个，也是顶管，也是左右两边的路口嘛。啊，咱即马毋是哦，咱即马把所有的路口，这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我正往正手边这边的，几台摩托车，几台车，几台啥，每一种的车甲它分类，啊，甲讲速度过迄边，啊，正手边迄边我讲啊，迄边来的车几台，速度偌济，伊就知影要安怎控制。台湾直到老总统差不多讲咱即马行人咧行。啊，车有离咱无，咱要安怎知？啊，其实会使。哦，你即马甲投影到遮，有人这两个人，对不对？啊，车离伊偌近，啊偌久，啊你拢会当。所以简单讲，就是我们即摆科技发达吼，即摆拢会当用 AI 来斗相共。过来，这个是咧讲啥？这个讲你个车即摆到底踏车踏到啥物程度，伊就知影啊，我踏上，我应该甲疏解者。哦，所以伊阮遮种设定，车甲动起来，你其他人卖听。安尼就知影伊的迄个情况嘛。车牌辨识是普通车牌辨识爱有一个较低的 camera， 我毋免啦，阮就用这 camera 同时会当做。啊，主要是要看讲这台车到遐A 到 B 点发速度无开偌济时间。对啊，开偌济时间，我就知影讲对，OK 好。好，感谢，谢谢。所长吼，咱他吼去甲王博士吼了解上基础的物件，是而且嘛去这个应用的公司去看到吼，是。所以我咧问吼，这个物件用落愈来愈好用呢吼。尤其吼，譬如讲，咱即马常去汽车修理厂吼，真侪老师拢讲。即摆迄个少年师傅拢袂晓修理啊啦，规组摕起来换起来，安尼就倒落去就好啊。咱即个 Euro 若去到9，去到11了后，是毋是真侪人变做讲戆车，干那样用即组，其他拢袂晓，敢有种情形发生？因为 Euro 即个物件，伊本身是做迄个物件的精确，所以伊是各行各业。其他的物件会开始，譬如讲医生，伊需要伊要用内视镜入去伊内底去看有迄个肿瘤，无就息肉。无开刀创啥？是啊，但是用 Euro 的时阵会当及时侦测伫倒位对无？啊，刷落来的时阵，就其他的物件，譬如讲伊甲迄个机器手背会当合作，会当去开刀创啥？所以迄是一个开始尔，但是伊的这个开始就是最重要，就是讲第一速度爱紧，第二爱准。安尼伊若够准够紧的时阵，伊会当留后壁的人真大的空间，会当做其他的代志。Euro 的好处就是讲伊够紧够准，所以伊会当互后壁要支持后壁的工作，会当有足短时间内底，就会当有足大的空间，会当去可能性增加真后壁会当做好的物件的机会变做足大。啊，上好就是讲，这是台湾做的，所以咱会当来支持所有咱台湾这个新竹的迄个科学园区。即个工厂也是公司，南科的一寡公司，中科拢会使，因拢其实会当直接来找我，因为在台湾嘛，参数就是王博士遐嘛，
问问的就什么代志拢会当开始啊。所以其实即马已经有足侪台湾的公司已经拢咧用台湾的，除了世界咧用台湾嘛，足侪公司用咱即个，搁免去 license， 免用钱，咱免费啊，就会当支持足侪台湾的产业向前行，会当做甲世界会当比拼的物件。但是我睇所长你睇就讲啊，医生以后敢若开这个空喙囥落去，伊就甲你讲啊，即马这个什么病什么病，医生敢会愈来愈无这个收入，无这个较优的这个技术，安尼会变做真侪物件拢空去啊，无基础，敢会安尼？是有可能吼，因为就是讲咱即摆即摆这应用程式足侪嘛吼，所以。拢用 AI， 所以有足侪物件，囡仔吼，伊若无要好啊学的时，伊就是直接去伫学习的过程中间，读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时，伊拢用去调整这个参数就会使。弄好势，伊就当比如用别人的写好的软体，嘿，就来用，直接改，就会当去应用。其实对基础的训练来讲，并无完全，所以这危险。就是讲对后摆囡仔，敢咱像即摆囡仔转去，暗时啊，咱古早咧读书的时。50-60岁，古早转去拢爱读书啊，暗时爱读书来写功课。即摆毋是啊，即摆伊一个就好啊，好啊了就时间拢摕去拍电动啊，就反正会当日子过甲足好诶，就是别人铺路，因过甲足好诶啊。但是这对久长来讲，其实对整个诶台湾诶科学，还是台湾诶产业来讲，其实对全世界其实拢共款，拢是真大诶冲击。所以有人咧提倡讲，袂使，咱即摆就要对小学开始吼，就要开始有即个，不管是 AI 的课程，还是定式的即个运算吼，爱互因就个概念啊，开始爱学，敢若学即个咱自然的语言共款，电脑的语言也着爱学，你敢有赞成？不管啥物物件拢爱学，因拢是基础嘛，吼，因为你。应用程式其实嘛是爱写软体，写这程式基本的物件。数学嘛是共款，你要了解较深的数学时，你嘛要为基础的开始。物理嘛是共款。啊，另外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头拄所长你也讲，这以后的这个行业的变化足济呢。是。啊，这甲咱整个社会要安怎铺排？尤其吼，产业的领导者也好，甚至是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安看待，因为逐工咧看这个 AI 吼，哇，晶片安怎，哇，感觉这个社会变动会足紧的呢。咱到底安怎来想这项代志，啊，要安怎铺排这个社会？讲一个较简单的，古早有一个例就是 email 拄啊出来时，电子邮件嘿，你看邮差是毋是嘿？邮差无物件通送。对啊，即摆邮差有剩几个？真少对无？吼，你看邮局内底，即摆拢电子化，邮局内底嘛无，其实无需要足侪人，因为足侪物件拢用 wire 就会使啊，用电脑用迄个线上就会当解决。其实因为 AI 出来了吼，伊其实对所有的行业拢会造成这种冲击共款的问题。我拄仔讲的迄个餐厅，迄问题嘛是共款。所以其实安尼，踮咧这种状况底下，政府都要有一个爱注意这个代志。都要有一寡人会当去想较远的代志，因为对台湾来讲，对所有的国家来讲，因为这 AI 有可能会造成社会问题，真大的社会冲击，是有足侪人的失业，所以政府踮咧这个状况之下，应该要有一寡人会当来想这个问题，上根本的问题，爱开始来想。每一个行业的变化都无一定相共的哦。是啊，所以要做一个整体研究。如果 AI 的产业也应用程式这样普及了后，对什么款的行业会有什么款的冲击？这嘛爱一个研究。尤其咱台湾的劳工有900万、1000万、900几万、1000万，但是足侪时候，古早劳工拢爱挖靠迄个旧的迄种机械式的物件。在趁食，即摆万一若拢用机器人，全部拢用电脑的物件来替代的时，其实有足侪人拢无法度去做这个准备努力。所以你安尼咧讲吼，敢若互咱来加挂一个目镜，去看清楚呢吼。以后你若这个行业拢用目睭咧
你做工课，电脑就甲你取代去啊。是。啊，有诶就爱看讲，我若用这来去做这个人工诶这个辨识，用这个药路，可能这个产业诶价值无遐济，可能要保留着人工诶这个操作，有这种可能性嘛？有一寡物件吼，就是讲机械毋是迄个 computer 吼 ，computer 电脑毋是100%诶，有足侪时候伊嘛是99.点几就足够诶啊，但是迄0.0几来造成真大诶伤害时，咱都要用双重诶迄个机制落去做。挂保险，嘿，挂保险，敢若核能电厂共款。你敢若一套冷却系统是无够诶，要有2套3套。那一套歹去时，另外一套佫会当马上会当替代，会当。所以，比如讲，咱这个火车也好，还是高速铁路，可能会当电脑落去赛车，但是嘛要配一个这个司机嘛。嘛这配一个司机，万一有啥物物件故障去，像这种代志，至少人会当甲伊关起来嘛。对。但是吼，佫有另个，即摆咧讲诶，种生活诶应用，嘛有诶人讲，我艺术咧。我诶，即个人文科学咧，即摆咱应用人文科学内面拢真侪，毋是量诶问题，是质诶问题。咱诶即个药路，敢有可能行向即方面嘛？药路袂去做即个代志，即摆是其实因对即个物件造成上大冲击诶，是生成式 AI。摆作家，譬如讲，咱古早以前咧画图创啥，作家拢。伊家己有家己想法，出名就是伊家己有伊家己的迄个逻辑，伊有哲学在伊头壳内底，所以伊会当做出一寡真好、真迄个真独特的即个创作。但是即摆生成式 AI 会当，你讲我，互我一张迄个甲迄个毕卡索的画，无就是梵谷，你家己画一个甲伊的 style 共款的，会一张画出来，伊甲你画出来。毋是毕卡索画是伊画，但是迄个风格是甲毕卡索同款的，无就梵谷的，我要画一张梵谷的。你即摆创出来了，摆囡仔交作业拢安尼交，你老师要安怎？老师要安怎去知影讲，到底伊咧要安怎去判断讲即个物件是有学着啊，无学着安尼。所以即个人工智慧吼，即个物件 AI 即个物件，对人类来讲是带来真大的方便，生活上。足侪物件，但是伊嘛变做吼真诶甲假诶，即世界中间诶界线，就规个拢无去，拢无去。即摆足侪囡仔连写中文字定了错字啊，因为伊即摆拢直接拍落去，电脑就替你拢，甚至免拍，拢用讲诶啊。讲诶就会使啊，有当时改几页毋对就好啊。但是久了，即个囡仔伊自细汉咧，我记我小学诶时。老师拢即个字要写10改，即个字要写10改，字都写啊，几抓呢？即摆毋是啊，即摆伊那要甲你写啦，伊就用电脑替你写就好啊。佫会当写甲敢若人家己写，因为你就讲用我的风格去写作业，你甲你写，迄字拢敢若佫用铅笔写，叫罗马一样就是你写，伊就顶下用铅笔写啊，你的风格啊，用电脑去学啊。写落去就有写作业啊，但是伊无写啊，伊只要去玩电动啊。到时囡仔拢袂晓想，囡仔头壳拢凭老爸做一半去，就是讲脑袋。电脑竞争力会衰退。是啊。所以所以你也做，会使讲规世人啊，拢咧即个领域啊。是。你对30年前、40年前开始踏入这行，有一阵仔时间是无突破，进来到遮。你感觉这人类的科学是安尼一直会爬去，还是讲有一个高原期增平，过来起，过来平，还是讲无啊？这已经差不多，在你的料想应该到遮就差不多啊。这代志我其实 AI 的迄个时代有三个阶段1950到1970，迄是第一阶段的 AI 人工智慧的迄个时代。迄阵是要做的，就是较简单的，就是用迄个电脑的迄个类神经单元，要去模拟人的脑神经单元的运作。所以迄阵要创一部电脑，一个厝遐尼大，迄接线足大嘿。
啊尾啊就无继续进入一个黑暗期。啊，到1980到1990，就是我咧美国读册迄阵啊，第2阶段的 AI 结果蓬勃发展。迄阵啊，就是着重就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上大的发展就是有迄个3层的叫做 backpropagation 回传式的迄个类神经网络，伊会当解决迄个非线性的计算的问题。啊，落尾啊，就佫停去啊，佫学，就1990年以后就佫。所以你睇下讲非线性的即个思考的问题，迄是什么意思？数学，譬如讲，我咧算数学时，你若讲拢是线性的时，那就简单的。但是有的是非线性，可以啊，有的做难。非线性的迄就足歹算。啊，但是迄阵啊，迄个设计，迄个1980到1990年的迄段吼，有出一寡出名的学者会做，比如讲 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 迄个自主式的类神经网络，无就是回传式类神经网络，伊拢试图去解决迄个原来迄个非线性这个问题。啊，但是尾也佫掉入黑暗期，因为计算能力不够，记忆体不够，晶片啊，佫无遐厉害。啊，到2010年以后开始，就是迄个李飞飞因做迄个 ImageNet 做出来了，做迄个疑电出来了。啊，个 NVIDIA 这种公司，伊佫开始设计足侪 GPU， 就是迄个图卡会当计算嘛，吼。啊，所以计算能力大增，啊 ，memory 大增，所以变做古早袂使的代志，即马拢慢慢啊变做会使。这吼，甲这科学人讲起来吼，虽然真侪名词咱无一定讲真理解，但是透过真浅白的这个语言吼，大家来了解，不管你是对行内还是行仔内的人，吼。你就知影讲人类的命运吼，因为这个电脑，尤其咱台湾之光的YOLO的这个改变吼，改变咱人类的生活，改变咱台湾的地位吼，今日咱就会当理解吼，姚所长甲咱做全盘的这个解说，感谢，感谢，多谢。